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，要安怎安稳度过老人的生活，是咱大家拢会拄到的问题。实地到长照机构走一转，发现这个照顾品质的好歹差真多。有的长照机构甚至也会甲老人绑起来哦。今仔日的真相急先锋。 很多私立的护理在养护之家，几乎都是在老人身上扒皮，就是赚钱，让他们吃喝拉撒睡等死。做款我5六天啊，收低的，真个欺负。好朋友突然间关掉咧，老太太感觉活了无成人，这是家顶的长照机构。老大人的双脚双手被绑在轮椅顶面，真艰苦。 这是为了因的安全，也是较方便照顾。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，老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%，其中有101万名老人是失智甲失能的，都要依靠长照机构照护，要过要找到安心的一境，无遐简单。妈妈好漂亮哦，那你是不是最漂亮的？爱你啦哈！ 林小姐的老母是重度失能，对查某囝的呼唤，敢若会使用眼神回应。 伊摆失败伫鬼门关前徘徊，心脏阁斗3粒加开啊！厝内人无法度伫厝内甲照顾，只好找长照机构斗相共，验过捌找无位。卫生问题呀、然后还有安养人员，就是安养院的场地，还有那看护人员都不是很理想，真的是很不足。 林小姐真无简单，找到这间满意的长照机构，验过等半冬才有法度大入去。 一位难求，拄到同款困难的要李小姐找5间长照机构。空气不好，然后就是整天那个阳光光线都不足。你敢有想要登记厝的大？我都袂晓，也袂晓行。这位老太太中风行为退化，就敢若囡仔同款。 都要用耐心甲爱心甲照顾，因为之前大过长照之家有过恐怖的经验。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都这样要哭，在电话中这样要哭。这种固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注意它的松紧度。护理师讲，约束老大人是为了预防伊滑倒，不得已的做法，至少2点钟都要透开5分钟，而且爱家属甲医生同意，不过就惊讲互人乌白用。 做社会志工40外档的王培珠承认讲，恐怖是家属回去了后，唔知讲伊的老爸老母安怎互对待。我眼睛看到的，那不是一个老人家应该有的待遇，随便吃也好，长满了我们讲的疥虫或者褥疮也好，我实在不忍心。 2018年，台北病院这场大火烧死15个人，长照机构的评鉴问题总算爆发。有几个摆做评鉴委员的教授承认讲，这正孙敢会使当作参考。台湾的评鉴大概就3年或4年做一次，而且还是事前通知制。所以，我们评鉴委员到了现场，我们就是看当天机构所准备的资料以及现场的状况。可是过了那一天之后的状况，是我们评鉴委员所没有办法保证的。 目前全台湾有1500间长照机构，小型的养护机构占市场9成比例。业者讲，目前政府的长照2.0的计划并无纳入中小型的机构，用意是要让市场换掉品质较歹的业者，而且规定真严，限制袂使超过49层。意思讲，无法度负担的业者，就为了降低成本，敢会使超收设备品质歹，也是一个人当做3人用的恶性循环。那其实。 长照机构多年来，这20几年来，就是一直被政府刻意的去打压它了。那他不断去以社区为主，那不认为这种小型机构属于社区。政府长照10年的计划，已经做好真绵密的照顾网，不过一摆过一摆社会新闻，无尊严的老年生活，恐惊就是你我的未来。